當孩子即將升上小一，佢哋會對校園充滿好奇或者感到不安，而作為家長，難免會感到憂心忡忡，擔心孩子不能適應新環境，跟不上學習進度，或者與同學不能融洽相處。那麼，家長該如何陪伴孩子度過升小的適應期呢？認識孩子升小一年紀的成長特徵。1. 活力充沛。孩子會活力充沛，很活躍，總會蹦蹦跳跳的，熱愛體力活動。2. 情緒變化大。孩子的情緒波動會變得更加明顯，對事情的喜惡態度會更明確。3. 對事情會產生恐懼感。孩子可能會對某些事物感到恐懼，例如害怕血液、黑漆漆的地方等。4. 期待父母的稱讚。孩子在完成一些任務或行為後，會期待父母欣賞及讚賞自己。5. 易因環境轉變而感到不適。孩子容易因為環境的轉變而沒有安全感，感到焦慮和不安，從而出現頭痛或肚痛等身體不適。陪伴孩子度過小一適應期的重要性。小學係孩子第一所要讀為期6年的學校，也是孩子從懵懂到懂事的重要轉變期。因此，孩子在小一的適應十分重要，不僅是在銜接幼稚園和小學，更是銜接孩子日後的成長路。孩子會在小一面臨許多第一次的挑戰和碰撞，而這些第一次將會是孩子日後成長的踏腳石和里程碑。孩子適應小一的困難。孩子在升小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生活和學業兩方面的困難。首先，在生活方面，孩子需要適應許多新的規矩，例如在代表小息完結的鐘聲響起後，要回到並安坐在座位中，不可以說話和走動。此外，在環境方面，孩子要適應許多新的設施和嶄新的空間，因為與幼稚園相比，小學的規模較大，設施較多，而孩子也要面對新的生活習慣，例如需要自行抄黑板的功課欄到手冊上，以及自行收拾書包。其次，在學業方面，孩子要適應科目數量的增加，除了主科外，還需要應付體育、視藝和音樂等科目。而且，在學習程度方面，從幼稚園的抄詞語、朗讀句子，轉變為理解小學一篇篇的文章，功課也分作業、工作紙同補充等多種類別。而且需要長時間靜坐上課，亦需要適應有一定難度的默書、測驗同考試，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。當孩子面對上述問題時，家長可以透過以下的方法來協助孩子解決問題，讓佢哋能盡快適應新的校園生活。首先，家長可以在家中模擬並練習孩子會在小學需要遵守的規則，例如模擬說話前要先舉手，讓孩子提前習慣。而在環境轉變方面，家長可以帶孩子提前到校園參觀，向孩子介紹每間特別室的用處，讓孩子能有初步認識。家長亦可事先讓孩子了解平時在學校需要做的事情，讓孩子認識到在校的責任和義務。另外，家長可以運用一些策略幫助孩子盡早適應學習內容。如果擔心孩子難以專心致志地上課，可以培養孩子的專注力。而評估模式方面，家長可以通過有趣的方式來鼓勵孩子記字及學習課本內容。建議家長需要時常觀察孩子的情緒，留意佢哋的行為是否與平日有所不同。同時，家長也要適當調節自己的情緒同壓力，不要過度擔憂孩子的適應問題，按部就班，冷靜應對，給予孩子合理期望。